台湾欠卵的问题，除了有对澳洲进口卵入来，农委会表示讲，阁有订到4批澳洲的卵会分配到位，下晡有上新一批36万粒已经到台湾。另外，今日也公布对4月初开始会启动家条改建补助，对学者预估讲会当提升1成的生卵率。前几天澳洲进口卵来救援，但是有人质疑卵的价销收悬，为什么不是对东南亚国家来进口？越南或者是中国等，他们都是有打疫苗。那打疫苗的蛋呢，我们完全没有考虑。进前讲目标是向澳洲进口500万粒卵，农委会初三下晡表示，所内已经订到4批，10批大约拢是30万粒卵。除了暂时用进口疏解欠卵，也决定3档开10.5亿来补助轻车改建。有学者讲，若将传统的改造水冷式负压环境控制轻车，通改善产卵率。其实传统的鸡舍，如果说提升为这个水帘式的一个鸡舍，它的产蛋率可以再提高1成起来。第二个，把我们传统的这些塑胶篮子改为用这个蛋盘的一个方式，运送过程当中的一个耗损或者破裂有1成。农委会表示，目前国内卵鸡场规模伫5万只以下的占约9成，是主要的补助对象。鸡农的代表除了支持轻车改变，认为嘛要连续进口，才通稳定需求。供应比较慢一点而已。现在而且政府现在很极力的来我们这台湾这个缺口，从国外进口。农委会讲，轻车对开放式到非开放，上悬补助450万，水冷负压上悬补助1000万。不过，土木处嘛表示，改建轻车一般需要半冬至1冬，不是大家鸡农拢有意愿会哪做哪调整。记者陈木立台北采访报道。